好多謝 Bryson 俾咁多咁靚嘅 lace，我哋令到我哋有機會可以發揮我哋嘅創意，將佢哋整成唔同嘅胸針，同時亦都可以有機會俾我哋去到社區唔同嘅地方去教唔同嘅人，去將呢啲 lace 轉化為一啲咁靚嘅成品。透過今次機會咧，令我了解到原來 lace 係可以有唔同嘅轉變，同埋都可以用嚟做唔一樣嘅用途，咁唔會浪費佢哋本身嘅 quality 同 storytelling。咁透過 lace 可以同社會各界合作，令到更加多嘅人去認識原來 lace 係唔同佢哋想象中嘅一個刻板印象。呢個 project 我最大嘅感想就係可以同到 Bryson 合作啦，因為 Bryson 係一間好知名嘅生產 lace 嘅一間公司啦。咁佢間公司規模都好大，而且嗰啲 lace 都係非常之靚。亦其中有部分 lace 我哋都會覺得啊，點解佢會冇得喺市場上面喺度銷售啊？咁樣我哋都會覺得可惜嘅。但因為透過呢個 project 咧，我哋就可以將呢啲咁靚嘅嘢啊、咁靚嘅 lace 啊，可以將佢再重新製造咗一件產品俾大家去睇，俾大家去感受。多謝 Bryson 今次提供 lace 可以令到我哋完成呢一次嘅 workshop 啦，希望可以有更多人認識同埋支持佢哋關於可持續時尚同埋社區活動嘅活動。